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 Joseph 老師啊。咁咧喺呢個 channel 嗰度咧，就而家呢段時間主要就為 DSE 嘅考生係做一個打氣嘅。如果你唔係 DSE 考生，咁你又有其他嘅一啲嘅考核你正在準備緊嘅話咧，呢個影片都係適合你嘅。咁可以堅持到最後。如果中意嘅話，記得俾 like 我啦。咁本節嘅影片咧就唔設任何一啲最後1分鐘嘅名師 tips 嘅。咁我相信網上面都有好多名師嘅 tips 啦。咁就如果係大家，我知道而家温書都好大壓力，而家都好多考生處於一個好迷茫嘅情況。而今日亦都睇到一啲新聞，就係因為 DSE 嘅考生覺得前路好迷茫，覺得好冇前途，而且好擔心自己嘅成績。而家導致到一個唔單止大壓力啦，而且備考嘅方向都係好迷茫啊咁樣嘅。咁就今次咧，我就以一個心理諮詢師、心理輔導嘅角度，我點樣俾啲 tips 大家。咁希望喺備考嘅過程當中，都希望俾到大家一個方向感俾大家。除咗之前講個深呼吸練習啦，你可以俾大腦一啲放鬆嘅時間啦。咁而家除此之外啦，亦都可以俾自己，我想俾多一個 tips 大家，就係要知道自己嘅定位喺邊一度。我相信大家已經學校嗰度都考咗 mock 㗎啦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喺校內嘅成績，咁大概知道嗰個學科嗰個水平去到邊一度㗎啦。咁你可以你備考某一個科目嗰度，咁你可以參照翻你學校平時嘅成績啊，你嘅 mock 嘅成績啊，然之後再去大概知道自己定位喺邊一度，然之後根據嗰個學校 mock 嘅成績咧，你向上一個 level 嗰度去衝刺啊。例如講啦，就係你喺 mock 嘅成績嗰度咧，你大概嘅成績咧係攞 level 3嘅，咁咧你今次喺 DSE 嗰度咧，你就盡量向level 4最高 level 4嗰個目標去前進啦。咁如果最後真係衝刺唔到啦，咁就真係攞咗 level 3喎，咁就係到最後失望都唔需要太大嘅。如果你係本身你唔合格底嘅，咁又或者你只係爭少少合格啊嗰啲咧，爭少少就到合格嘅邊緣嘅話咧，我建議大家先以一個合格作為一個目標，然之後咧到時候如果你真係喺考試嗰度真係攞咗合格，或者係爭少少唔合格喎咁樣都到時候咧，起碼你出咗成績都起碼俾自己嘅心理上面冇太大嘅落差，因為講真一句嘅。咁就因為要俾自己內心一個好嘅感覺，真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因為你要知道自己定位喺邊一度，你先至知道點樣去備考嘅策略都唔一樣嘅。因為好多社會好多嘅人呢，咁梗係好希望大家天之驕子啊，希望全部都識啊，然之後只要一條唔識嘅話，就啄咗好多時間喺一啲唔識嘅題目上面。咁可能呢條題目呢，其實可能喺你嘅程度嗰度就根本就唔係你做嘅，咁就花咗好多時間，咁咪浪費咗好多無謂嘅時間咯，而且仲係打擊咗大家嘅自信心。咁點解唔花多啲時間喺一啲自己有自信嘅一啲項目上面呢？除此之外啦，咁就你可以我相信大家温書都係離唔開你操嗰啲歷屆試題㗎啦。咁記住歷屆試題呢，俾你知道一下大概嘅情況去到邊一度嘅啫，唔好當作係一個温書嘅最主要嘅工具。咁如果係做一啲歷屆試題嘅話呢，我純粹係用一個良好嘅心態嘅角度，俾大家一個最好嘅狀態，去用應試嘅策略去上考場嘅角度，去俾啲盡量俾啲意見大家啦，你可以去參考。咁我相信其他名師大家都係攞一個拔升作為一個目標㗎啦。但係佢哋唔知道你嘅水平而家去到邊一度嗰陣時候呢，你胡亂去衝刺嘅話呢，我相信都係浪費咗大家浪費咗大家嘅時間啊精力嘅啫，係啦。咁如果你本身你喺學校嗰度某個學科裏邊都係唔合格底㗎啦，本身都係咁呢。如果你想增加翻喺公開試嗰度達到你想要嘅目標嘅機會，即係話你想以合格為目標嘅話呢，
咁就其實咧又唔係冇可能嘅。咁你即係你可以只係以一個合格為目標，但係千祈唔好向嗰啲再高位嗰度去衝刺啦。咁就你可以嘗試下。例如啦，好多學科裏邊都設咗一啲嘅 MC 題嘅，咁後面咧有啲 marking 隔離嗰個符號嗰度有啲全港大概幾多成答啱呢條題目啊咁樣啊。咁如果你淨係想以合格為目標嗰啲咧，你可以揾一啲題目，即係可以設一個睇下嗰個答對嘅百分比去做一啲題目啦。咁如果你淨係想求合格為目標嘅話咧，我建議大家先以一個70% 或以上嘅答對率作為一個起步先。你可以先揾一啲係70% 嘅合格，即係唔係個答對率作為一個衝刺。咁如果係一啲開放式嘅題目嘅話咧，你盡量揀一啲係優異啊或者係良好嘅一個評語嗰度作為一個起步先。因為咧，如果你喺呢啲題目嗰度咧，你答對嗰個機率高咗嘅話咧，你自己有翻信心嘅話咧，咁你備考咧，你繼續向高難度衝刺都起碼有信心啲啊！就算真係唔夠時間想考場都好嘅話咧，你都知道咗佢出題嗰個模式，我知道我喺我呢個定位嗰度已經做好咗最好嘅自己啦。咁起碼你唔使太迷茫先，係咪？咁如果你係想以拔升作為一個目標衝刺嘅目標嘅話咧，咁唔好意思啦，你咧就要盡量挑戰一啲咧更高難度嗰個嘅挑戰啦。咁可能係除咗你係一啲50% 打下答對率要答啱咗之外啦，你亦都要咧就喺3成以下嗰啲，即係比較難嘅題目啦，真係好難㗎啦，30% 打下嗰啲，又或者係欠佳啊，開放式題目嗰度寫欠佳啊，或者係甚差啊呢啲題目嗰度，類似呢啲唔係咁好評語嗰度咧，你要嘗試下喺嗰度咧，要花多啲時間，將你因為你本身嘅定位都比較高，水平都比較高，所以咧你就要向嗰啲題目嗰度咧係花多啲時間去做一個衝刺。咁如果你係中挺嘅，本身合格開嘅，又唔係太高，又唔係太低，只係想攞 Level 4作為一個最終目標嘅話咧，咁你盡量係揾一啲係30% 至到去70% 呢一個 range 嘅一個百分比，或者係一般啊，一啲開放式題目講得一般嘅評語啊，你嘗試下去攞多啲分啊咁樣啦。咁就係啦，咁我以上講個步驟咧，就希望俾大家喺備考嗰度有一個好嘅定位，有一個清晰嘅方向，令到大家喺一啲嘅令大家喺一啲好迷茫嘅狀況變得唔再迷茫，覺得係有信心嘅。記住臨場狀態唔好衰自己嘅心理個狀態，因為良好嘅心理嘅狀態比任何你係打勝仗嘅一個最重要嘅一關嚟嘅。希望大家中意我呢個影片，希望如果中意嘅話俾個 like 我啦。好，下次見，拜拜。